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看一同领导7分钟，让我们一起灵修祷告。我们上次提到一个圣经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做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后来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叫做以撒。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故事中提到，以撒因为了要寻找他的人生的伴侣，所以后来亚伯拉罕就请他的仆人到他的老家去，找到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叫利百加。当以撒跟利百加他们结婚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两个一直困扰着没有后代，没有孩子，所以后来以撒就跟上帝祷告，上帝就在这个话语中对这个利百加跟以撒说，他们将要生2个孩子，这是一对的双胞胎。这一对的双胞胎，他们会彼此的在妈妈的肚子里面，甚至会有相争的情况。然后上帝告诉这个以撒跟利百加，告诉他们说，将来有2个民族要在他的肚子里面来出生，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很多人都以为说是不是真的影射说这个肚子里面的孩子，这2个孩子，一个叫做雅各，一个叫做以扫。那是不是这个将来这个是雅各是蒙祝福的，所以以扫不是蒙祝福的，所以将来这个以扫是要来服侍雅各的？很多人误会是这样，但是事实上，圣经里面常常提到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为首的要服侍，要成为众人的仆人。所以反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雅各是上帝所命定的这个孩子，但是这个伟大的孩子反而要服侍的是众人，服侍的是这世上的人，服侍的是他的哥哥，服侍的是所有世上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伟大的做最小的，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，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。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或是次序，或者是我们的尊卑贵贱而来区分我们是不是能够服侍，并不是这样。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才是大的，才是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。能够成为大的人，要能够谦卑服侍微小的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伟大的做最小的，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。雅各或许在他的相争当中，圣经里面提到雅各的名字其实是抓的意思。当他出生的时候，他是抓着哥哥的脚出来的，而且他也时常跟哥哥在相争。他希望他能够得到一个伟大的名分，就是成为长子。虽然他的哥哥比他早出生，但是他仍然有这样的期待。然而上帝的旨意里面，伟大的做最小的，为首的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看起来雅各他取得了长子的名分，他透过一个欺骗的方式去骗到了这个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，也骗了爸爸的祝福。然而上帝的旨意里面却是伟大的要做最小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帮助我们，雅各虽然用技巧来赢得这个长子的名分或是长子的祝福，但是上帝的旨意里面却是伟大的要做最小的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让我们不管是在教会里，在社会上，在家庭当中，也要成为大的。那么让我们先成为最小的，成为服侍众人的人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不以自己服侍为小，能够以服侍才是最伟大的。让这样的一个观念放在家庭，放在社会，放在教会里，放在国家的里面。成为公务员，成为官员是要服侍众人的，成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是要服侍人的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人的人，伟大的做最小的。愿上帝祝福我们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怜悯的天父，愿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众人的人。当我们期待能够在众人当中具有影响力的时候，帮助我们能够谦卑，成为服侍人的人，以至于让我们这伟大的能够成为最小的，为首的能够做众人的仆人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无论在工作、家庭、生活当中，我们也尊重那些服侍我们的人。
谢谢主垂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